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钟英群阿群妹。说来呀，老佩嘞，是拔得动还是拔不动呢？如果拔不动，就脑损没东西好塞嘞哦。好啦，讲到呀天时进来进去的呀，阿群妹呀天时寒的时节，除非上去食呀火锅啊，无就係老佩嘞排骨汤啊。你看那呀，同时愛加一些嘞老佩嘞，呀同就會又香又甜又好食。故說啊，你今日福喜來的節目底度就會來同大家來講，米濃的白玉蘿蔔雞又來了，耶！大家來分享今日的來賓，佢就係你米濃區的區長，歡迎區長，你好。阿金妹好，客家電視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米濃區長車福林，好，大家好。好，歡迎區長來吼，今日live出播，就要來同大家講，美濃的白玉蘿蔔雞又要來了。韓國大家聽說要好好來看今日嘅節目，因為到節目嘅親密項，區長要來動態放嘅送老皮嚟俾大家聽講嘅一項一項啲嘅送嘅哦。好，聽說要看啲你福喜來嘅節目哦。剛才有講到呀白玉蘿蔔雞。大家就第一年一度的白玉蘿蔔雞，今年係第11年呢，過去盼呢11年暗藏的時間，今年第12年，這樣開始你先到客莊12大節慶地位錯冇？錯，其實我哋米濃哈，辦一個白玉蘿蔔節的活動哈，也19年來哈，替我哋米濃農會、我哋米濃的社團進行相親，大家努力之下哈，其實。一路行來吼，大家也幾用心，吼，因為我哋米濃佇迄個白玉蘿蔔比較嘅發通，吼，我哋行者我哋客家 VIP 也幾支持吼，每年攏人同人補助我哋天數，啊毋過也白玉蘿蔔節也盼到見吼，一年比一年人客遊客越來越多，吼，嗰陣講嘅我哋天王莊都有個上海講嘅，加起唔起我哋都係參加，我哋客家去12大節慶嘅發通，吼，啊我哋啲其實。其實我哋從提案開始吼，我哋農會、我哋天王社團啊，包括我哋公所，大家都啲想講，跟我哋一樣嘅。咪恩業一些我哋甚至睇節慶嘅活動，提案，嚇，而係一批嘅票選，而要通過嘅，後邊咪有辦法，後邊再引入實質嘅審查。哦，要票選，係本乜啥票選啊？所有嘅朋友嚇，喺 FB 啲網路上，大家投票，嚇，當初一投票，我哋所有地方上嘅，我哋嘅農會啦、社團嘅地方鄉親朋友，攏幾關心，大家攏啲有朋友講啊，一路投票，投票，嚇，嗰陣最後大家又幾用心啦嚇，大家幾得到幾多朋友嘅支持，嗰時佢又順利嚟入選。也甚至睇節慶嘅活動，票選啊入到實質，啊也通過，學我哋客語嘅審查，嗰就最後入到我哋12大嘅節慶活動之一。真嘅，要12大節慶啊，睇下就第一是很象徵客家人的節慶，對不對？像乜嘅花蓮的古王爭霸戰啊，韓國有懂得乜嘅新燈辦節啦，按到這麼有象徵性的代表，今年白玉蘿蔔雞、白玉蘿蔔節，每年為嘅客家客莊嘅12大節慶。唔過像外地啊，其實米濃佢就係一隻山上，係一隻農莊，佢有當到嘅農作物啊，做乜嘅搶上愛來推廣白玉蘿蔔來當做這個12大節慶咯。其實吼，我哋為推一個12大節慶活動哦，最早講我哋米濃其實也算個客家大鎮吼，人口數90%人攏係客家人口。嗰陣我哋講我哋用上乜一群，我哋睇講一群乜嘅農作物，一群乜嘅東西來享受我哋米濃。真代表誒！係，嗰有個代表性。啊，我哋都咁講，我哋這個白玉蘿蔔我哋享受嘅19年以來。年客一年比一年大，嗰時我就講嘅，加用一個白玉蘿蔔嚟代表我哋米濃，來爭取也是米大節慶活動，來享受我哋米濃，同觀光客帶領我哋米濃，同人地方上嚟經濟上，也講也發呢上一種嚟幫助我哋農民，比如嗰好順業，唔係講佢想買蘿蔔嚟，加年客嚟幫，也可以減少我哋年存年啲唔難一個問題。
减少人力的唔啦，因为人客直接来到安利米农，我们来这边绑路配嘞，来一片色路配嘞，啊一片的农民就唔是做按刀工的啊，是特别还要包装，还个爱上一的东西，对不对？最重要一点就讲，因为其实头俺哋米农是一个高龄化安尼农村啦吼，人口24.2%吼，拢65岁人口，算是一个高龄化一个社会啦，所以讲俺哋讲嘅，后生嘅村爱大病传权，加留下来俺哋装备，加身体因为运用啊，年事冇后生嚟天数，加一样嘅，加就讲啊，加都会来鼓动来做调价。好，来即家来帮老皮咧，来加入一个股东。可是安尼，俺哋装备喺度，一帮老皮咧，一些老皮喺度，一个努力，一个人口，人力部分都可以减少。可以帮助俺地方发展。用股东的方式，用股东认养的方式，其实你刚才一开始没有同其中有聊天有讲到，呀，他有懂得农产品就用股东的方式来帮大家，可能来帮助农民咩好啊，咩做得来体验一条天地农事咩好啊。不过其实认养做股东，做白玉萝卜的股东，同做其他农作物的股东有一些些的冇共用。其实吼，我哋希望讲，其实我哋大家見到佢講嘅食農教育，咁我哋希望講，講食農教育講，係呢種我哋推動嘅一個鼓動嘅教育嘅部分，我哋講，希望講嘅第一個我哋人群嘅努力落化，咁係增加一個同一個鼓動嚟嚟講嘅，來推動我哋農村嘅人力。啊，最重要一點講，一度鼓動也喺嚟幫老百姓有個好作用嘅，第一個也可以接觸我哋農田、夏天。即家去幫老百姓，提速接觸最新鮮嘅食品食物，好啊！另外一個也可以用啲夏天過，比如講一個農作物同種多棒，好多菜蔬，其實也可以進庫，好同埋至少啊，就買偏偏都冇相同。嗰種我哋希望講，同樣譬如嗰個食農教育，加有個部分講也按嚟都入嘅，有個好處講，第一個提速新鮮嘅東西，第二。也有一個食農嘅教育跟安全的部分。那在另外一個部分，如果說是一個家庭小家庭過來，那也可以培養一個很那個親子的關係哈。那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和樂融融，大家一起有一個戶外的活動，好冇？除咗家庭以外，係唔係沒有企業的活動？企業認股也有嗎？其實哈，今年我推動一個股東會哈。一般人攀岩發動最少一點人分個人的認股同企業的認股。咁我哋提供企業的認股本出咯，嚇，我哋都一股550萬元，嚇，咁就可以差唔多一個家庭2到5個人，嚇嚟幫，啊，差唔多可以幫25件到30件的一個老皮咧。100就做得幫25到30件。所以就講呀，嗰隻股東佢講嘅嚟係報名，將人今年都做俾你睇起價，大家攏傳到嘅，啊，另外一個企業嘅部分嚇，人哋都講嘅，人哋佢希望講嘅企業可以推動個來米農，一個員工嘅企業嘅一個員工日嚇，嚟到人哋米農來認股一股，咁一股差唔多有半分田，嚇，咁有半分田差唔多價值都18600，咁差唔可以分150萬人左右來幫，佢就講嘅企業嚟到我哋米農嚟幫一個企業嘅認股啊，啊，我哋係另外一個天數嚟講嘅，個優惠嘅，我哋可以配合企業嚟做一個特別的有一個規劃，一個比如講我企業講嘅啊，以後一個乜嘅米農一嚟行了，學也傳統一嚟天作。嗱，侬可以去介紹去規劃天數。哇，我知道，認股呀，胖用老皮咧，清好嘅就係我100起，我就做得帶動到賺。從某我唔是搶動到農作物，可能我去100，我這樣做得漲，因為它慢慢的出產嘛。不過白玉蘿蔔我一起100全部就攞去幫賺了，很有成就感，對不對？對啊，他個員工睇看誰看，好，每個人推滿滿，收穫滿滿的感覺。對，好，剛剛有講到，其實也胖用老皮咧，因為啲呀米農同適合來種，唔單止係因為環境，其實同人沒有動態嘅關係，錯冇？因為菜田人可能人力比較老化，所以胖用老皮對佢哋來講，唔是發按到嘅力。
对，那在水照顾的方式会动辛苦吗？同大家朋友说明哈，其实俺哋朋友落嚟哈，其实俺也品种哈，也可以算个特殊啦哈，伊体面同中国专门叫嘅，中医药嘅哈，从俺才是繁田哈，田叫标种嘅野下去，从头到尾都唔是在饮水，所以佢就讲嘅唔像其他常吹的哈，你种下野不是还饮水，灌溉，好，对你讲需嗰度黏力，俺落嚟唔是。哇！种下去多棒，那唔是菜蔬。对待我哋啲面容，我做嘛佢适合种一个烹饪萝卜都讲嘅，因为一个萝卜咧吼，伊种下去过后，你想唔要食皮，没讲嘅唔是表水都唔是食皮，想因为我哋面容土质很稀有嘅，因为我哋面容三面反散吼，所以讲嘅，秋冬也会拄到我哋面容也食皮过重。古手啊，亚米农的烹饪萝卜咧，唔单像人啊，还有环境，全部就懂事哈。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要同大家来分享哦。真到福起來嘅節目，我係做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呢度，我同大家來分享美濃嘅烹飪蘿蔔節又來了。假使各位觀眾朋友同阿群妹同樣係吃貨，跟人聽說愛好好來看，看到親密，因為美濃區的區長愛來送蘿蔔嚟分大家，鼓勵大家聽到愛看到親密哦。好，家下有講到啊，其實美濃種烹飪蘿蔔咧，唔單唱夾嘅人文。它的地理環境全部就有很密切的關係，咩同合適啊？唔過我有一隻同上愛問嘅係這個白玉蘿蔔啊，佢嘅品種生來同一般你食到嘅普通嘅蘿蔔咧，有乜嘅無相樣？也係講嘅品種係對哪來嘅？同大家介紹下哈，其實我哋美濃嘅烹飪蘿蔔哈，做起來咧對日本傳入來嘅。有的品種，你就是講的朝陽品種了。朝陽它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就是它是屬於細長型，皮薄。好，嗰種你煮湯啦，哈，做乜嘅就講咧，個油個嫩。因為唔是削皮。唔是削皮，一般的蘿蔔咧很難食哈，讓要處理一下，都要削皮哈，泡一樣可以煮湯。我哋面有個啲就講皮細過長些，吃掉就可以處理料理嘅。嗰種我哋美濃嘅蘿蔔都有有都有嘅好處，而且口感冇相同。好，嗰種我哋美濃烹飪蘿蔔都講嘅，種植環境跟那個品種哈，因為氣候關係跟土地都有關係，所以說我們這是美濃我們獨有的特有的品種。韓國啊，一開始人咩創那個白蘿蔔，還有白不懂嘛，但是白玉蘿蔔唔可以綁唔樣哦，對不對？會不會很難拔？同大家朋友報告個好，其實綁蘿蔔咧，一般你講個綁蘿蔔咧講拿叉咧，拿腳頭嘛唔是，切個天天咧，切在綁嘅都放起來，嗰陣唔是嘛個用力，嚇，切個一個小朋友嘅嚇。學生咧，現在一綁都可以強鬆啲。看區長愛拎起來就衝拿起來用誒，真嘅就係拿起來用嘅，對。用拿就真係拿起。因為我哋奶吼，土質改熟，奶子就改要好，嗰就唔可以講嘅改困難啦。嘅你想愛去綁蘿蔔咧啊？剛剛一開始有講到啊，有這個股東認養嘅法通，啊，假使講我喺現場嘅民眾愛去嘅，按你做得冇？同大家說明下，其實我哋見。烹飪蘿蔔哈，我哋古董會哈，各年嘅古董本哈，我哋11月3號、11月4號哈，我哋在開放600股，好，俾我哋大家朋友來報名。有啲各年嘅古董，好，各年嘅古董部分都大家朋友講嘅1多年哈，還有相，加起嚟去我哋2人1六烹飪蘿蔔節，我哋官網去報名，好，叫佢哋都是都來辦，好。大家都滿載而歸。當然講遇到嗰間木藝，嗰係報名間木藝報道一樣咯。其實藝業現場，我哋咩要先開放現場報名。好多講嘅3客人哋遊客來到入邊，想點是講你想嚟綁蘿蔔咧？我哋現場嘅服務台嘢，我哋要嚴謹處理。好，我哋會帶你，用一推方式。用買推嘅方式，希望你蘿蔔田用綁推，就是有啲講啊，滿帶而歸。滿帶而歸。家都每個人都每幾十推，你都比裝比較多滿，
你看你十块多钱？可是讲一个家庭来，迄都带朋友，好，然后男朋友来也quite好啦哈。来要嘞，体验了啊田园的乐趣啊！什么叫做拔萝卜？萝卜拔的不够多，不可以继续在一起。哎，没按呢。鼓手啊，大家12月3号、4号还有600股，对不对？哎，明年还有600股。哦，还有600，每一天还有600股，大家记得爱去哦，这样子就可以满载而归，不然现场去也可以满带而归，对不对？对对。但是。啊，唔过，你台的按到，你房的按到落配的全部卡，假使讲以下的生唔摕，用个啥？按到落配，你刚刚讲按几多啊？25、30斤呢？我要怎么吃才吃得完？同大家朋友报告下，俺的音乐啊，其实俺的客话，俺的客家人啊，父母哈，拢有个习惯都讲的，其实俺每个方法，俺的每个客话父母哈，拢会自家拢会料理，也是迄个一个。菜怎样的保存？嗰時我哋客家人吼，父母對一個蘿蔔的啦、長菜的，攏會個滷起咗啦。好，嗰陣我哋呢發通呢嘢，我哋有個12月3號、12月4號，我哋有一個伙房經濟，一個伙房的那個那個滷的那個怎樣的滷下來，一個發通。好，我哋有幾個家，我哋發通嘅現場有個伙房，好，我哋有請我哋也把五個服務哈，喺現場教，可以去到免償啊，免費品嘗我哋客家嘅一個滷蘿蔔咧，就長出一個菜啦哈。另外一個也會教人用嘅滷，哈，不管只要講我哋係個輕食的，就是說滷嘅，啊1、2年都可以食的。也係講嘅，我哋講滷嘅，滷個叫些滷嘅哈，變成蘿蔔乾啊，滷蘿蔔啊就。拢要教人用嘅。都做得來好，古時唔但搶做得食，還做得來好嘅，真都不靠用嘅來處理啊，就落皮嚟錯嘛。哇，按好嘅發通，唔但搶又好食，又好喝，又好體驗，還做得又好看，對不對？還有一個展覽費，唔過我當上嘅點呢？呀，展覽上來啲朋友落皮節愛展覽嘛嘅東西。一種我哋朋友人哋發通音樂嚟嚇，就是講嘅。除了體現場，還有一個那個市場哈，就是一個我們外方會在一個搭上一些可以賣我們的農特產品哈。不過有一個部分都講嘅，其實我哋公司客戶費哈，賣體嘅對講對我哋客家人咧，你一個生活的經驗，一條做起一用一條東西，一樣嘅有本來嗰度會失傳嘅。俺去現場，俺唱嘅，我唱俺哋那個裝備吼，喺現場喺展示啊，就演啲素語，好，按照嗰啲素語上吼，比如俺講嘅，唱完俺做起俺每個我嘅房間頭前我一個足量，好，伊嘛會現場啲教人做本嚟看，好，按有嘅，係，經過少年做俺哋吼，按另外一個用鐵線變嘅吹南尾條啦，啊，射三南尾條咧，呢條東西好也會。俺老師傅也都很有，好，會教俺哋用嘅，冇像其他的東西，公司在冇看到他們都幾年咧，都冇得東西嘅，因為經常用塑膠替代，用塑膠東西做南美一條，佢就講經過少年我就變咧，另外一個做起也冇塑膠東西嘅手把，好，做起都用俺哋中旅客一種食物咧，好，裝個西比找種扁扁嚟做手把，當經過。嗰時候看到嘅嚇，其他本市面上都有看到用高粱杆，嚇，用高粱嘅嘢洗澡嚇，以至塌嘅嚟做那個手把，不過用中旅嘅，市面上。收了韓卡強，因為它的毛比較細，它窄。看到啦。對，韓國除了有亞洲以外啊，還有一個農事培訓。不過亞洲農事培訓係培訓米農菜地嘅人、菜地嘅農民，對不對？也都一個講到一個重點嘅嚇，其實我哋改到我哋客家人係少農嚇，耕田為耕田而改彎，為買東西而冇辦法，要行銷就有困難。嗰時候我哋都利用一個辦法當都想講個，我哋可以嘅課程，我哋教我哋農民，教我哋嘅鄉親，同產品嘅怎樣嘅包裝。好，其實嗰度東西幾好，不過唔包裝唔撈，嗰時人都會唔會想講嘅啊，想會買，好，另外一個係行銷，
咁一個行社講嘅，其中見一個嗰度都很多的栽培。對。啊，唔過唔有東西好，一樣嘅同人講。嗰隻電工嘅其中見一個沙皮，苗路按發達。係。見佢都透過苗路，嗬嚟行銷。嗰隻人哋講人哋農民，嗬一樣嘅去行銷，一樣對 FB 啊、臉書啦，嗬也見得 like 喺度嗬傳出去，俾大家朋友提供嘅藝下東西幾好，嗬介紹俾外地嘅朋友來比透過苗路來訂購。真嘅，創業的看亞包裝是很精緻、很精美的，對不對？而且他還寫姨婆工作坊，當地人寫姨婆做的啦，對不對？你看亞包裝全部就會，一般小農他可能就是一張玻璃紅的，也係塑膠紅的塑膠袋的，總之就按嚟賣的。但是包裝起來，你看也有帆布，或者是這個也很可愛，這個是比較可愛版的手繪風格的包裝，對不對？韓國有呀，這是什麼蘿蔔苗？蘿蔔苗。蘿蔔苗，韓國又有滷蘿蔔嘞，韓國還有那個用甕裝的。也係咧滷蘿蔔。哦。好，嗰隻講同大家介紹都講嘅，像相同嘅一個東西，唔用塑膠袋嚟講，愛買一幫人，愛包裝過後，你都講我質感。東西個精緻，可以到做伴手禮的話，可能就變200。咁相同嘅東西，你咧要客人咧想愛買嘅東西，咁嚟銷路咪個多。哦，咁喺農產品嚟都做解一些。哦，相同嘅東西，像人見一個滷蘿蔔樣嘅，哦，做嘅蘿蔔嚟講，人客家婦做都種種都空調價，哦，都10幾年嘅。唔過見人上嘅嗰度向前都講，嚟做嘅。還有存的會拿市場來賣，不過有市場按樣買住夾包裝，沒上過出行銷包裝沒強用按重要哦。嗰陣都講人哋叫講，但客家婦嗰度貨嗰條價都唔會做，不過做嘅按樣賣出去，也都一個重點。嗰種人都教人按樣嘅包裝，按樣嘅行銷。好，像有東西也給客嘅送人，都可以理想。你數到你看到也可以。東西可以送，我珍惜也講也按好嘅東西，加一個朋友按有情義。係啊，就係要按嚟行銷，咁我要按前面嘅朋友落嚟咧，離開包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嚟分享。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綜藝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地度同大家來紹介係美濃今年嘅胖用蘿蔔節又來了。聽說數看到清明也係清明一團嘅，故說再個第一下下就做得第二樣嘅來除呀白玉蘿蔔了，對不對？對，故說講到要胖用蘿蔔咧，聽說講嘅就係夾嘅好米絲嘅。要不然去到美濃嘅胖用蘿蔔節，其實咪做得食到很棒的米食蔥毛。今年我們特別有請我們公司餐旅大學的葉宗奇那個老師他也是金牌大廚。那今年我們特別為拜託伊開發基米基方，我們胖用蘿蔔有關的呢料理幫我們大家觀眾朋友可以說我們苗路我們2016官網上面就可以報名。到底苗路可以報名的。品種，人家嘅泰式嚟研究出開發嘅料理，同人哋美濃一些嘅客家料理，都係內模相同。好，我相信可以期待啦。因為相信一群金牌泰廚話，為嚟講研究幾項菜好唔簡單。當然的，錯冇按難得嘅事情，大家聽錯愛記得哦。送名去報名就做得，錯冇？送名報名。好，做得食到泰廚煮嘅東西。韓國啲幾片咩做得食到美濃菜啲嘅客家好料理好東西，錯冇？錯錯。鼓手啊，大家聽錯愛去搞啊。那個時間是我們的開園活動啊。我哋今年新年初3、初4，係咧我哋美濃胖用蘿蔔節嘅開園嘅活動。佢歡迎我哋所有嘅朋友來到我哋美濃。故說開園嘅活動，韓國係唔係邀請到你來自客家美濃嘅客家甜心朱海軍來主持？係，因為今年我哋
佢好安尼，佢幸运啦吼，俺这家文明咯，本地俺哋这家乡亲吼，邀请伊来主持一个活动，当然也邀请伊老公诺诺，也通下来，吼，希望为了俺哋民农嘅活动来精彩讲赛，吼，按来同样活动来做嚟佢圆满，佢成功。聽出當神奇啊！韓國啊，我有看過一句話，佢按到土中生白玉，乃度上胖妞，天空出黃金。這一句話，因為它有一個白玉，而且在土中，這個白玉係唔係就係啲嘅講呀胖妞落嚟咧？其實吼，一個粵語吼，一我哋民農嗰度我哋。做個咩吼？我哋塘下吼，下邊有個土地良神。咁土地良神就一個對聯，吼，你有個咪都同講，哎呀，阿健妹講一個係一句話，啊，我哋都講咩講嘅，一個有黃金，一個胖妞，啊，我哋客家人其實講嘅對耕田吼，佢栽學，啊唔過田橋方嘅東西，吼，其實都我哋財產，我哋資產，咁我哋。一個黃金，加一胖妞，係你一樣，佢係乜嘅東西咯？嗰隻銀紙貼貼出來，一個黃金其實銀嘅面咯，求一年，好是我是兩歸，還有兩歸，一個黃金，其實銀嘅面咯做起，主要都是我為主，啊我嘅都菜樹葉嘅，樹上葉嘅，每一田橋都要睇見銀廠變金黃嘅，嗰隻就嘅金黃都講嘅，啊田橋就出會出黃金，咁個胖妞咯。但係唔知點咩，因為我哋平常我哋客家人吼，對田條田面目前目標吼，係咪有個空地，嗱你嗰度落實落嚟咧，其實也開始也中央落嚟就講，其實係你自家事咧，好路的啊，都可以寫幾年，也可以保存一年，剛才幾年都係，啊係咪開條啲冇菜嘅，也個都銀人菜，好，嗰種啱其實也都種一點就講，因為客家人會按會路菜啊，就吼，其實也同人。客家人嘅成分有關嘅，因為知道人哋做起客家人吼，如果講客家人都講，因為人哋許多來嘅係一個客人用嘅，好嗰個客嘅，啊唔過其實相對反映一個強調人哋成分改唔冇，可唔嚟到一個地方講個神奇，喺買到都仲係改唔方便，咁一樣咯，加到到哦成分都唔方便，加到個人哋都落批嚟做，嗰陣我講人拍肉，有落批嚟都人哋落批講嘅。嗰陣人哋講用拍肉，其實應該都講人哋落批嚟學，點將點樣拍，即係對內行綁起嚟，嗰種拍肉用嘅，嗰種落批嚟要按下拍，肉用嘅按拍，嗰陣人哋講嘅啊，有啲人都人哋拍肉落批。韓國人吃到一句話，乃度上胖妞，天空出黃金，我覺得有一種。像 T 像奶像你嘅反應呢，有種概念，對不對？因為你食嘅東西一條黃金，一條胖妞，就係對你奶，對你天奶烘出來嘅，對人太低出來。對，故說雖然也係你嘅成法chamcham咪好嘅，不過你還係愛動愛下，真相嘅就會土地，對不對？係，因為其實人家落嚟學幾個朋友嗬，像幾多人有上人啲古董，係咪去綁落嚟咧？有啲講嘅。棒棒嘅，佢唔夾嘅，係咪要磨埋起來？哦，其實係咪攞磨柴啦？哦，嗰陣人哋講，人哋講希望講人哋古董啦，人哋譬如去綁落去咧，綁起來其實太細都可以食。其實嗰些條其實細嚟嘛，專門要。係啊，按你丟條一條咩做得拿來滷落去嚟啊？滷來都可以食，啊熱嫩。對，要當嫩葱嘛。韓國啊，剛剛有講到去奶度去綁落皮嘅時間，綁到細條嘅咩唔好留佢落體，唔好打手。想拿起來，用愛留佢拿起來。唔過你既然愛去到田空啊，你穿着打扮係唔係咩愛小可以注意一下？其實喺講人田地，人田其實都可以就算啦。唔過可以嘅，希望講唔足球啊。啱啱有啲人講嘅，梗係足球係會學咗嘛，唔係可以足小堂。係。啱另外一個。係咪有啲人對落皮葉啊？因為落皮有啲有小話毛，係有毛嘅。啊，有啲我講較驚，唔會講過敏咁樣嘅，唔也可以帶樹蠟嘅，可以帶樹枝嘅，嚇，按嚟預防，嚇，按嚟都講咪講嘅，有啲人講嘅真係會過敏嘅，嚇，加按嚟都可以做嘅保護。啊，有啲人講嘅啊，你條腮會過污，
可能就做個長久上，因為曬有嘅吼，你出去曬一下日頭啊，才可以刺激我們分泌那個維他命 E 呀，對不對？做得曬後又做得長鈣質，會長高，對不對？鼓勵大家有限的時間，11月3號需要去開研的發通，開研發通，其實幾乎區內日嚟都還有動到相關的發通，好冇？其實我今日的發通哈。其實我哋一直都聲音嘅組織的，幫老派的發通一直都聲音嘅組織。另外一個部分都講，我哋今年係比如派嘅發通，當然我也推上軌道嘅發通，比如講我哋現場係有個親親我的小蘿蔔，呀小蘿蔔就講我哋希望講嘅我哋聽眾朋友、觀眾朋友嚟到我哋面容嘅，比如講唔想對乜人，講嘅感謝嘅話。也對表面乜嘢個講都一樣，用母語歸舊嘅，一時唔敢講，也個唔嘛可以下一個邊樣，唔嘅點樣嘅現場有個造型的大白玉蘿蔔，唔仲係寫你的心願、你的祈福，都可以下個疊嘅意嘅。老愛寫到蛋糕，疊到蛋糕，好，故說家下講到愛，基本呢其中幾類就係愛老愛伴大家分享，愛伴大家來分享一下老派嚟了，夾夾來同大家講一下通關密語係乜嘅？俺所有朋友來到俺福起來哈，臉粉絲專業，福起來嘅粉絲專業，留下一個快來美濃紅蘿蔔，好，留下這幾個字。好，我們講前3名的部分，我們會送一個我們白玉蘿蔔的禮盒，好，那裡就是生鮮蘿蔔，好留下我們到時會留下我們客家電視留下的資料，好，俺到時俺會親自，俺會送個多年都卡，好，宅配到府。夾阿佢冇藝術機嘅準備好了，等下我就愛節目一錄屏，我就夾愛去留言嘛，個快來美濃紅蘿蔔，對不對？留下了7張詩，你就有機會留言到下禮拜3為止，你就會來抽獎，福起來嘅小編會點名留空抽獎，抽到這個來同大家觀眾朋友講，馬上抽到，其中就會留落配咧寄送本大家，對不對？宅配到府，宅配到府就抽嘅。就做得色羅配咧，綠羅配咧。假使講有閒咩做得去到美濃去參加廿8嘅美濃胖用羅配節，錯冇？錯，今日謝謝區長來到你節目現場。感謝阿田妹，謝謝區長。咩上門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我唔記得咯。有閒嘅時間做得去到美濃來行行聊聊嘅，去體驗看看咧美濃嘅好山好水好風景，還有好食嘅美食咯。今日節目就到這片，夾上面去留下，快來美濃紅蘿蔔，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聽欣賞，好好來做運動了。